人其實都有天然弱點。當你太軟弱、太好說話，甚至一味退讓時，有啲人唔單止唔會珍惜你，反而會覺得你好欺負。因為現實裏，很多人都會本能地試探別人底線。當佢發現你唔會拒絕，你永遠遷就，你成日忍讓，慢慢就會開始把你嘅好當成理所當然。但當你開始變得有底氣、有原則、有界線，別人反而會更加尊重你。因為人性好多時就係咁，人會本能衡量你有冇份量，有冇價值，有冇底線，你有冇發現。現實中，好多時人反而唔太珍惜那些一直對自己好的人，因為得到得太容易，久而久之就會習慣，甚至開始忽視。相反，對那些自己需要努力爭取，甚至擔心失去的人，卻會特別上心。有啲人對一直幫自己嘅人態度隨便，說話不客氣，但面對那些唔會輕易幫自己，甚至帶點距離感嘅人，反而客客氣氣。其實呢個就係人性其中一種現實，因為人往往唔會珍惜輕易得到嘅東西，反而更加重視需要付出代價先得到嘅關係。所以有時候太無底線付出，未必換來珍惜，反而容易令人忽視你價值。真正成熟嘅人，慢慢都會明白，善良冇問題，但一定要有鋒芒。對人好可以，但唔代表冇原則。幫人可以，但唔代表要無限犧牲自己。因為真正健康嘅關係，從來唔係一方不停付出，另一方不停索取，而係彼此尊重，彼此珍惜。你越懂得尊重自己，別人先越會尊重你。因為有時候，人性最現實嘅地方就係，你點對自己，別人好多時就會點對你。